教授，啱啱開始嘅時候你就講，你喺邊度？我聽唔到 ，sorry。你啱啱開始講到咧，就話其實我哋係唔需要擔心可以食多啲牛油啊，甚至乎雞蛋啊。係。但係咧，而家通常醫生咧俾一啲即係高膽固醇，尤其是壞膽固醇指數高嘅人咧，就話一定要少食，甚至乎要食藥。咁其實個 message 係唔同嘅。咁你嘅意思即係話係咪嗰啲高膽固醇，尤其是壞膽固醇指數嘅人咧，係食嗰啲嘢係冇問題嘅咧？我又要講本書裏邊講咗咧，就係膽固醇高咧唔係一個問題。你問題咧係膽固醇咧係氧化咗，膽固醇嘅膽固醇 apoprotein 嗰個即係膽固醇會，如果你食少啲糖，你如果唔食咁多唔食炸嘢，同埋你唔食呢個所謂不飽和脂肪，即係食物嘅種子油嘅時候咧，你其實咧就算高膽固醇咧，就算高所謂 HDL 啊，高 LDL 咧。冇問題㗎，你嗰都係正常嘅即係正常嘅膽固醇嚟㗎嘛。個問題咧，高膽固醇而再變咗係唔好嘅膽固醇。如果高嘅壞嘅膽固醇肯定係唔好。高膽固醇，但係冇一個即係點啊？冇一個氧化嘅成分喺度咧，越高嗰啲人咧越老嘅，完全冇越可以咧嗱。如果你嘅身體咧，如果膽固醇低咧。其實個腦嘅退化會高啲嘅，因為咧我哋身體裏邊最多膽固醇、最多飽和脂肪喺個腦度，3% 嘅重量我哋個腦，但係佔咗20至25% 嘅脂肪同埋膽固醇。老人家年紀大啦，吸收唔到外邊嚟嘅膽固醇同埋脂肪。當你個身體唔夠膽固醇同埋脂肪嘅時候咧，就會去支配，即係去油嗰度攞啦嘛，係嘛？所以如果攞咗啲脂肪，攞咗啲膽固醇，個腦咪退化咯，就係咁簡單。如果你能夠有嗰個人咧，根本自己有高嘅膽固醇同埋高嘅飽和脂肪咧，個腦一定係好好㗎，唔會咁容易有問題嘅。如果你問嗰啲你睇翻啲老人家咧，好多都係食好肥嘅嘢，冇人佢可以消化得到，同埋有啲咧就算食好清，但佢就好醒目㗎，因為咧。佢根本又唔食炸嘢，你諗下，全部嗰啲嘢都係㗎。你唔食炸嘢咧，就冇氧化；你唔食甜嘅嘢，又唔會氧化，因為糖同埋所謂嘅不飽和脂肪就係令到即係我哋膽固醇氧化嘅最主要原因。咁所以你個醫生咧，因為你個醫生係讀一啲書咧係冇即係我講嗰啲科學，所以咧我只可以咁樣講。當然在座裏面可能有醫生啦，咁啊，但係咧就。我都識好多醫生，咁我相信咧，我係比佢哋識好多嘅。咁啊，如果你唔相信咧，可以問我問題，大家可以講，大家可以討論。